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舊約以西結書第13章第1節至23節，主題係審判假先知。作者喺以西結書第13章記載，上主嘅話又臨到以西結，叫佢向以色列中講預言嘅先知發預言，責備佢哋隨住自己嘅心講嘢，卻冇聽從上主。上主話佢哋係愚頑嘅先知，好似荒野入面嘅狐狸，冇上去堵住破口，亦冇為以色列家站立，使城喺爭戰之日可以得到保存。佢哋見嘅係假嘅異象，講嘅係呃人嘅占卜，佢哋自以為係上主嘅宣告，其實上主根本冇講過。佢哋用未泡透嘅灰粉去粉飾牆壁，但嗰幅牆一定會倒塌。上主又責備嗰啲隨自己心意講嘢嘅女先知，佢哋用符咒縫帶子獵取人嘅性命，但上主必拆毀佢哋所做嘅一切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以西結書第13章記載，上主責備假先知，只係隨從自己心意講嘢，根本冇聽從上主。咁當你分享屬靈嘅睇法或意見時，你有冇真係尋求上主嘅心意，定係只係想講自己嘅諗法呢？